继续来看艺人王大陆，先是来假造着医疗证明要来闪做兵，尾也佫闹人去拍客停车司机，以500万来交保。虽然官司纏身，也是爱照常去做兵。早起伊到台北车头报道，甲其他艺人做伙坐火车到成功岭，爱做1年的替代役。兵役局讲，针对王大陆未有特殊的对待，若爱出庭，会照规定互请假。 听工作人员的说明，为朋友内底摕资料来推，日前王大陆伫事件碰瓷无法，名牌碰瓷衫黑色最暗，归属估计超过1万块钱差。今仔日来到台北车头正式认可做1年替代役，伊含工体做伙坐伫咧涂骹，万年忙无法，拄会害万年看东看西。另外我们头前的兵仔伴摕手机影，真欢喜要互王大陆看内容。 不过，伊表情无啥有变化。面对南美甲伊开讲，林我的心情敢若伊知影。王大陆点点登单游南专车，要甲伊载到成功岭，先训练26天，才个分发单位。特别带什么东西吗？ 面对媒体包围，王大陆拢无话无句，真济代替一辆专车等5超20分钟，全程伊拢徛伫咧柜台点点等，无甲边的人交流。王大陆个人的身份加上官司缠身，更加互伊的认可，将做焦点。替代役男的训练安排，不论他的作息或者是操课都是一样，都是一视同仁，不会给他特别的待遇。回头看做兵进程，王大陆争议不断，先涉嫌假造 医疗证明都变形，各方惹了闹人拍客停车司机，两案即马拢裁定交保。不过这嘛代表伊当时爱做兵，嘛爱面对司法的审理。如果法院有传唤的通知，他可以拿传唤的通知来申请公假。 王大陆做兵进程争议伫透壁，嘛互伊新兵报道这日必须大家注意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